立法院今仔日召开临时会，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公道法要来修法。除了要甲8月第4个礼拜六定为公道日之外，讲这个公道的人数，搁爱附身份证的影本，这是引起着政府总统卢秀莲的不满，直接点名苏贞昌，敢要搁算是人权律师咧？ 政府总统卢秀莲伫立法院临时会召开第一天，摕过去的选举公报来批评公道法修正案，竟然要求人事时爱减负身份证影本。我不能相信，自认为是人权律师的苏贞昌院长会拍板定案，说以后我们公投的联署一定要用身份证影本。 看去年9月1大选，公投北大选，10万公投的，互中选回避吗？为着歹阁发生这个代志，立法院民进党团临时会并公投法修法，定出公投日为8月第4个拜六。2021年开始，每2冬办一届，其中人事附身份证影本争议大，互总调郭建明嘛决定让步。行为作假部分，如果用这个配套措施，根本不需要附身份证。 对6月17一直到7月初5，朝野想要通过法案未少，争议案嘛有，亲像是东头县公投法修法，并公投大选脱钩，定出2冬1撮公投日，人事应该附身份证影本，争议嘛已经算有解封以外，另外大法官同意原案，总统提名人选11个人，被质疑影响实现结果，搁再加上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法，无登记农地工厂专立管过关了后，嘛有可能会引爆环团抗争。 刷来公道法爱成冲关，就看最后的结果，完就倒一边。